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屏东雾台乡的飞龙水墙，今仔是发生沙难。这阵在人5月20日去撩溪，因为落大雨，溪水涨起来，昨是紧急先发出化救信号。透早救援队先甲水墙顶悬的5个人吊挂上了山，各5个是摔落失踪。下晡消防先伫山壁顶悬发现到一个查某人，伫溪底嘛阁找到一个，不过拢是不幸死亡，其他的阁3个人有关也是失踪。争取黄金救援时间，搜救人员出动空中摄影机来回找找。所难地点地形真狭，关键落差真大。经过真济摆确认，徛伫山壁一名女性确定罹难。下晡3点过发现一个男性已经无生命现象。经过几次的录影、摄影，发现他姿势都没有改变。那在这样情形之下，研判他应该已经罹难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在3点10分的时候，那我们又找到另外一位罹难者，他是在一个100米深潭。空勤直升机到飞龙水墙顶悬吊挂，分2摆救援受困5人，后送台东丰年机场。经过检查，身体无要紧，转去屏东接受调查。状况还好吗10人自助团有资深领队，要溪港歌手，20早起出发，按算要2天1暝溪港活动。按过下晡对外求救，有5人受困，5人暴落水失联。透早，屏东警消出动搜救，全台民间的搜救人员也主动投入。没办法预测说可能会一下到一天下100多毫米，那个水量是那个峡谷内没办法去，峡谷内没办法去容忍的。飞龙水墙伫外寮溪谷，水脚成悬，溪港爱护者会伫打水机挑战。按过20雾台山区落雨超过150毫米。比较不会去，会很小心的去，然后都是靠边边，不会到那个地方。因为天气预报，日山区落雨，搜救人员把握时间找出另外3个失联者。另外，伫宜兰安茂乡的五花水墙，20下晡也传出民众失联。报案人与先生参加旅游，前往阿洼瀑布践行，其先生自瀑布下车后未返回。失联民众甲太太参加38人旅行团，暗过家己脱队去水墙了后，迟迟无转来。消防局连续2天去现场找找，出动空中摄影机，也派唱水人员唱水找找。另外一组沿溪谷找找，依然无发现影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